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3，希伯来书10章39节安尼讲：咱毋是退后递到沉沦，是对神递到性命得到保全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毋是退后递到沉沦，是对神得到性命得到保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至圣至荣、满威严甲能力的上帝，愿伏落伫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你，尊重你的圣名。主啊，你是创始成终的主，你是信实无改变的真神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应允永无落空。主啊，愿要称颂你的恩典，愿要感谢到永远。主啊，你提醒阮毋是退后递到沉沦的人，乃是因信心互灵魂得救的人。主啊，伫阮的软弱中，求你坚固阮，互阮灰心的时，求你重新互阮得到快乐。伫受迫害甲困境中，你互阮通徛稳固。主啊，因为阮无退后来沉沦，是对神得到保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